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复习的时间咯。今日来宾是来自屏东九如的青年农民朋友，佢为到照顾这卡路卡的种皮，还回到家乡来从事一个农业。佢喺样板对于咧农事完全莫属的形式，一步一步花了10年的时间，将传统农业转型做公司化呢。今日佢嘅故事，我哋就加来邀请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吧。马上来欢迎我哋嘅陈品瑞，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屏东的九如陈品瑞。欢迎品瑞哦，品瑞先请教一下，印象底部呀，对于个九如来讲吼，客家的朋友够少啦。故说讲，自家系对其他地方，你们卢卡自己家里面是搬到九如去的客家人呢，还是原本就住在那边的？应该是说半个客家人哦，用板供，因为父亲是从高雄田寮的山上的一个小部落，将我的母亲在那个塞洛马台风当天呢，把她娶回家。哦，对，故说讲，客家来讲，一般的演员还讲，爸爸不是客家人，妈妈是客家人，妈妈是高雄这片的客家人。是，按你评论，你寒舍的时间的妈妈有带你们回去阿婆家，有回去外婆那边吗？我们长大的时候才有再回去的，因为在高雄的田寮山区啊，因为它很容易因为台湾的一些天灾，所以那个小村落很早就是移落到旗山镇啊，还是各个地区的一些村落去了。哦，佢说能回去的时间，阿婆也唔会特别好同人讲客话啦，也係讲做某个讲客家的故事那种嘛，哈，就是比较不会跟你们用客语去交谈哦。不会，就到我们这一代，妈妈那时候到我们这就已经很少接触到。对，哇，他亲某餐的有点可惜的说，不过评论条条前面有讲到啊，喺为到照顾卢卡的种皮，回到这个家乡嘛，所以那时候回来是要照顾爸爸还是妈妈？父母亲他们其实早期啊。他们2个人，爸爸他是木工师傅，所以他跟妈妈带了大概10位左右的那个徒弟，在一间家具工厂，就是没日没夜的在工作，对。那因为那时候就是刚好就是蒋经国时代的台湾的10大建设，所以他们的家具量那时候换得很大。那因为父亲呢跟妈妈他们因为都没在睡觉，所以有那个木工的车床，所以因为不小心都会度估，手就会被这样子受伤，因为以前的防护措施没那么好，就受伤。哇，就是在父亲就是他的10只手之后，大概有8、9只都有受伤或接损的这些状况。回来之后，就是有一天他跟母亲说，睡梦中吓醒了，我们不要再做了。所以他们大概就是从农的接触，就是大概跟母亲在50岁左右开始了。这是我们家里的一开始的前端的历程。那也因为有这样子的开始，那母亲因为身体自己一直都没有把它给维护好，都一直为我们的家庭在努力，所以才有后面爸爸他们50岁左右从入农业，然后这样10年的时间，那才又委托我又刚好返乡回来帮忙。对。就等于讲，其实卢卡本身从事农业，爸爸这片这批从事农业的时间其实也没归从，所以你回到家去接触这个农业的时候，所以你才会说从零开始，从零开始。回到卢卡的时间，这时间卢卡种的农产品是乜个啊？哇，回到家里面那时候种的作物就是没有固定，也很复杂，有茄子，有豆科，有辣椒，有秋葵，就很不固定，就是想到什么就种什么，然后没有规矩，没有规律，那生活呢也都被整个作物呢给绑架，也打乱，那也经过了就是2、3年的时间，因为我自己不是愿意回来，所以我做得很郁郁不乐。然后如果讲是天数的啦，我回来帮忙而已。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就从中。就是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代谢我自己的心情，然后去找到我当初就去回想到当初我是跟母亲讲了一句话，我不要后悔了才回来。但是这样子走过了2年3年，又会去想说我到底回来发挥了什么作用？所以又去想到了一件事，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虽然我不是念农业的，所以
才开始想说好好沟通吧，好好沟通，那开始我们来把农业变成是不是可以变成事业，而不是一份工作，对，所以就是从这样子开始，那从原本是杂乱混乱在栽种的生活时间，变成慢慢从3年后、4年后、5年后开始有一个规律的生活。就是像我跟爸妈就导入说，我们可不可以种这个作物是可以跟着我们的时间啊，我们的生活经济啊，这样子在走啊，而不是种什么东西被它的整个时间被绑架啊。对，我皮还有跟农山的一个时间。对，当然，我们在一个很好适地适种、气候又非常得宜的一个屏东的北边，好，所以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那样的产物。对，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就选择了2个作物，一个就是短期性的小黄瓜，一个就是比较中长期的苦瓜。好，那这2个的特性呢，它就刚好都是早上都采收，下午我们就去田间工作，假日就可以休息，哇，找到了又可以刚好符合我们的生活环境时间。那等于讲，俺能讲小黄瓜来讲，给它够短时间呢，苦瓜给它够长时间的嘛，所以2者其实是互补的。就是说，苦瓜的期间又不会讲空窗期没东西好熟，而可以用小黄瓜去弥补。可是你能讲，这些瓜果类的，其中早晨去采收啊，下主头的时间，能自己去磨汗也得有农师。那我记得很多农民朋友都来讲，他们都是从早忙到晚，甚至忙农事的时候会忙到晚上。那你们是怎么样有效率啦？总要跟农师可以控制在说，那能下主头做完就不用做到晚上，甚至于讲撩你的时间，见红就可以休，像有点像是上班族大咖安的讽刺。因为其实当时候我们在转变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是我们在当地是很早就投入基础设施了。我们就是刚好从父亲的人脉下，那因为我们没有太大的资本，所以我知道需要导入设施，所以父亲呢就是刚好有朋友开了一个农业的5金材料店，所以我们呢就请了师傅工班呢去帮我们一块田一块田搭设施，那我们都是用抵缴的方式，等这一季有赚到钱，然后再去还，然后这一个设施呢，它有还清了，我们再又继续盖下一栋，所以我们大概起初是大概有6栋左右，这样在做循环。那也因为有这样子的节奏，所以我们大概平均每个月都会栽种任何一次，因为像小黄瓜跟苦瓜这2个特性，虽然它都刚好是早上在采收，因为早上采收的果品呢，它都会比较鲜艳，比较一样，比较新鲜，那它的口感脆度都比较好，因为它有早晨的露水，它如果刚好下午采收的话，它的品质就不好，会有色泽问题，会有没有果粉的问题，还有亮度都会比较差，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那刚好它又是可以去算出它的生产作业时间，所以我们在导入田间的时候，它刚好就是如果小黄瓜是属于种下去35天、40天就可以采收的，苦瓜是要60天可以采收6个月，但小黄瓜可以采收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所以这2个在互相弥补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事情呢发生了失误，另外一个可以补救我们的生活经济，不会造成经济的问题。所以这就是当初我跟父亲、母亲他们讨论出来选择，就是一路这样子平行走的状况。因为在农业的风险上有3大，一个就是环境因素，一个就是气候因素，一个就是人为。环境跟气候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但是我的观念下，我可以控制人为的事物，所以就是运用了这样子规律的在做生产，就算气候怎么样变化，我们的复耕就会快，所以就不会影响到农家的经济。塘风类啊，有能种的面积
不管是热瓜呀，那种一个副瓜，其实都面积种的是不是都蛮大的？因为就是我们找到了这样子的生产模式跟节奏，所以导入了这样的时间。那也因为后期呢，在这个时间带往回推5年左右、6年的时间，环境上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大变化，就是 PM2.5哦，出现了雾霾这个字样，我可能连雾霾这个霾字我都还不会写，就是因为这个字样，因为刚好我们选择种植的这产物呢，影响的非常大，因为雾霾呢它是属于2氧化硫的化学值 PM2.5，所以它对于我们的作物的，像我们的作物原本的一个小黄瓜，它的伤害就很大，会让它没办法着果啦，授粉啊，叶片的一些生理性啊、复合性的一些因素啦、抗病都产生，就刚好一些小黄瓜的出现的状况，所以跟父亲讨论，我们把小黄瓜改成水果地处的耕作方式。不是，就要给时间，种类有转换了，甚至面积可能也稍微的有去做了一些调整，安内观众朋友，原来呀，平日今年卢卡喺按呢从事农业嘅，其實幾多盧卡之後，很多都按到嘅挑戰同困難呢，唔過佢喺用辦去解決嘅呢，休息一下，唔好走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前面有讲到，平瑞佢喺用办几多路卡去从事一个农业，甚至讲面对环境的变化，佢哋还重新去选择讲种乜嘅东西去用办去种。那继续来参考平瑞，佢哋用办去解决佢哋遇到嘅困难吧。平瑞前面有讲到，遇到一个雾霾 PM2.5，是你能改变你们这个港中啊、原本中的农产的品种啊、那个面积这些面积都有改变。哪一方你能更加种的农产农作物的面积到底多大？你实际上，我现在从单纯只跟父母亲的时候，大概是在2公顷，那现在的大概是在将近7公顷的时候。2公顷到7公頃哦。对。你同时都更加全部都係这个一年在做吗？没，这个后期在疫情期间的一些关系呢，也有请到姐姐，他们跟姐夫他们一起回来，跟我一起从事这个地方，一起经营。对。你总共你的人手究竟人力投入在这7公頃有多少年了？目前完全有投入在这7公顷，大概是9位。9位。其实讲多说多也不会多，讲少也冇鬼少啦吼。你能要按它的面积来讲，你用办去用最有效的方式，用一个人力去完成一个7公頃，你所有的农事一定有个特别的方式，也係講更加有结合了我们最新的講科技的农业。科技农业这个部分，你们也有使用吗？科技农业这部分我们也是有使用的，像我们管理的7公顷的面积里面呢，我们自家就有24间的设施，但是我们真正管理的面积呢的栋数是40栋，所以在人力的情况下，一定要导入科技的资源来做我们辅助，包含像一些灌溉的时间点啊，还有做一些营养液啦，那再来就是一些那个 monitor。影像的时间的传输，因为我们所耕作的面区是以9如基地为主，但是呢，我们刚好在林乡、离港、盐埔3个乡镇都有我们的生产的田区，隔壁都有啦，所以隔壁，因为台湾是比较破碎，所以我们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要管理40间，所以我们不可能一个人这样骑着摩托车这样绕完，一天大概要4个小时，对，才能够循环，所以我们也需要导入这一些基本的一些智慧化的东西啊，影像啦，然后数据化啦，还有这一些可以辅助我们去切灌水的一些营养液的动作，来辅助我们去做这些农业的生产，对，有效率化。从上班族打卡用第二个就是这样子科技农业。那除了按要用烘之外，还有其他的特色吗？我的最大的特点跟特色就是我们用的一套就是用管理的方式，管理是我们第一。所谓的管理就是
我们管理了40间设施呢，我要知道哪一间要做什么动作，哪一间要进行哪一项工作，我才能够去请我的师傅，我们的人员才可以派他到 A 栋啊，还是 B 栋区、C 栋区去工作。所以下指令的时候，那个才叫技术。所以我们是用管理去降低了成本，然后技术进去，因为技术进去的时候就是针对性嘛，这样子成本才会降低嘛，而不是看到哇忙着一点点做一下，忙着一点点做一下，时间的消耗啦，就弄黑的啦，就弄黑的了。Yes。按你评论谈红了啊，其实你们的观念都相当的进步呀，一点的行啊吼。不过根本你带过来来看到的，我还是想要请教说，你们中诶条条有讲嘛，还副瓜同更加木瓜嘛。那你们在副瓜苦瓜今天带的就是你们中诶嘛，就2种强的副瓜同怕的副瓜安呢？对，因为其实我们主要在这种苦瓜的部分就是有5个品种的啦。那其实现场看到的这个白色跟这个绿色，它是我们2大主力。那因为这个白色呢，我们今天带来的只是秀月的品种。那在坊间呢，它还有像雪宝啦、日桂、大美珠这样子的状况。那这一个绿色的部分呢，在我们台湾的坊间名称叫做翠绿苦瓜。那在我们南台湾给它一个坊间名称叫做珍珠苦瓜，因为它珍珠，因为它的身上是像一颗一颗珍珠。那因为它有果蜡，所以你放在陈列架上，它感觉就是像一个假的。好，这种感。对。那它本身呢，因为苦瓜它本身就是带有很好的一些消炎镇定、解热止痛的这一些，跟包含我们自己要煲汤啊、吃法都很好使用的。对。你这么跟你们按多品种副瓜品种会特别选用这2种苦瓜呢？因为在这2个苦瓜以外，以白玉可能是在我们台湾国人饮食上是最大的，所以我也是必须要考量到消费的市场的需求，所以我们才能够去做这样子稳定的生产。那绿色的部分是因为它的苦瓜素、苦瓜碱它比较相对的高，所以它在生计上是利用是比较广的。但是它在一般的热炒店，就实用性上又比较多。对。我糖都按呢，后来水都流下来，就是马上想要吃料理了。不过在吃一个料理请教品瑞之前，我想到有一个很有趣的，条都按呢摆红了，我以为人制作单位会抢的是副瓜，结果不是。看红了，你看给人准备一个什么个？观众朋友看一下，但是讲莫讲的话，会感觉一个什么个？很像我们吃的蜜饯呀的，错吗？一个都在什么个？为什么要特地吃呢？这今天刚好我们来录影，刚好我也要特地介绍所有的观众朋友认识一下苦瓜。它在后熟的时候，它的营养价值会吸收分化到它里面的一个甲种皮里面。它原本如果还没熟，切开它是白色绒毛。熟了之后呢，它会变成像主持人吃到的这样子。这是红色 sweetie， 它是甜的。那因为它是天然的茄红素，它也是番茄的茄红素的100倍难怪真实的呢，评论就是按的是还，佢唔冇讲啊，绝对唔会想到佢係副瓜的引呢，佢係佢底部會算濃頭吧，引呢應該種子應該是像這個，對，怎麼底部係種子啊，佢弄會薄的一個濃，我們講的那個甲種皮，對，真是吃紅了還清甜的，很像真的是醃製過的水果供用的，你能不會配哪一個出來同消費者講，要來吃這個嗎？你們會特別把它處理出來給消費者吃嗎？我们不会去特别把它处理出来，但是是因为我们现在面积一直在增加量大扩大，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叫做气候果，就像今天带来所谓的气候果，就是因为现在是属于夏天了，好，春天转夏天，所以南台湾会有南风，南风是热风。所以瓜果挂在棚架上呢，一个热风一个下午下去，它会把它给吹熟了，就吃起来都熟了，就熟掉了。熟掉了，变成我们其实是要卖这一个果肉的那这果肉没办法放到架上去陈列啦，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浪费这个大地回馈给我们长出来这些果肉，所以我们只能尽量把我们的农损降低。那刚好这些东西又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所以我们就顺势的请生技公司帮我们开发这个产品。
原来唔係講吃家安尼是不是把它當做一個產品，而是說在同佢一個加工過，就請生技公司安尼去加工，去萃取底杯好個營養的成分出來。對啊，所以這個部分可以用哪一些的應用啊？有哪種噴法？其實它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東西了。它如果是沒有複方的情況下，它單純只要乾燥，就是很好的東西了，因為它的茄紅素太高了，就是我講，它可以保護男生攝護腺，還有一些相關的保養都非常好。對，不過除了按你能講有個其他嘅龍頭和它的甲種皮之外，你們還有推出乜嘅飲料，係同副quả有關係？有，你做的是唔會有副quả的秘辛嗎？有，所以有個顏色咧，係副quả的打汁，只有打汁嗎？打汁。有個蜜桃冇上副quả的，對，你品類有個係喇叭的夾吧，芭樂汁啊，對，完全沒有苦瓜的味道，冇副quả的秘辛的，是。可是你有個底部有副quả？有，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是怎麼做出來的？你同大家講一下。應該因為我們在開發農業產品的時候，為了就是要增加很多的一些次級品。不要浪費，我們盡量能夠完全的去合理的去使用它。那在開發這個產品的時候，因為大家聽到苦瓜，應該有一半的人都打退堂鼓了啦，一定的啊，一定的。所以我一定要去想辦法把它突破這個地方。所以我們在做飲料的時候，所以這裡面的比例它可能不是佔最大，它裡面的果汁的比例大概只佔20%左右。但是因為我們在推廣這個東西的時候，是害怕聽到消費者聽到苦瓜就不會買啦。但是我們不能夠因為做得太苦，消費者更不會買啦。但是我們在這兩個權衡之際，所以我們把苦瓜比例降低，然後用天然的其他的水果品來做複方，然後變成我們民間的飲食品。那也因為降低的時候，讓我們有很大的空間去講我們的故事。好，去講我們的苦瓜故事，去推，不然放在架上也是很少人會去動的。原來啊，其實最主要的用意來講，就是說它要為的是處理我們講的格外品，冇弄黑，不要有浪費這樣一個情形。故說講，其副quả也還係主打，只是說在比例上、風味啊、口味上，你們做了一個取捨平衡啊，本大家提供，其實我們副quả可以做一個按好食的量的啦，也好，其他的食品也好，最主要的係本一個副quả一個好東西，還係繼續可以再利用，唔免弄黑去做皮料，拿去做肥料，對不對？這麼可惜，能做品質按好的。觀眾朋友，大家有想到冇？我們品類啊，給人上網種出來品質按好的副quả，今日唔單將去賣哦，甚至於連講給格外品用唔到的，今日也唔想去弄黑，還研發出按好食的量的。不過除了按呢，今日對今日這個陸家的農作物，還有樣板的情感，甚至於講其他方式的應用呢，休息一下再同大家來分享哦。真是冇想到，有個副quả連大國家也按好飲、按好食呢。不過除了按呢，品類嘅人還能做乜嘅事情呢？繼續來同佢分享咯。品類，那這樣子啊，頭都有講到，我們陸家除了種副quả，甚至有種木quả嘛。你根本你帶過來就是陸家種的嘛？那你能種的係哪種的品種啊？我們主要種的品種就是以台灣人首屈一指的台農2號的品種。它的果肉、香氣、色澤。連口感都是數一數二，都很好吃的品種。對。嗰種更加糖紅類，人主力來講，應該行係副quả，然後其次才係有個木quả。是。品類，你現在按散蠻好，甚至於講，我們單向改變了人這個陸家耕種的方式、耕種的方式啊、流程也都有改變的，甚至於還味道有個港點，俺去讀一個碩士，係咪？為了這個還去念了碩士。對。你付出按多的心力，故說你後半時間還談講，你還去得到獎，錯嗎？是得了什麼獎？同大家分享一下吧。那也就是
因为在农业生产期间久了，所以觉得自己也应该要为自己啦做一些，真的是为自己做一些事情。从农开始，所以后期有再去回到学校再读书，跟农业有相关的科系。那也因为一些对于自己，一个激励自己的心态，能不能再为自己鼓励自己，在农业这一条路继续走得更扎实、更远。所以就刚好我那时候的农委会，我现在是农业部，所以去参与了他们的一个选拔百大青农的选拔。哇，按照全国来讲，100个优秀青年农民里边就有5类呢。这么个时间得多呀？多年的时间我106年，很幸运的被选上。对。在这样之后有没有什么改变？就是说对你自己的一些农业的部分啊，有没有在从事？因为这样子有产生一些改变，是不是因为这样，甚至于得到得奖之后才去成立这个品牌？大概就是在得奖之后呢，一定会受到一些专业师的对我们的一些观念的辅导。除了田间以外，那还有就是我去读书的因素呢，这2个相加结合，把一些我们本身都只是一个单纯的农家的想法，慢慢的去把我们的所想的那个管理阶层把它呈现出来。那也因为这样子，这2个的结合的能力跟资源呢，所以才有机会去创造了一个精品町这一个品牌。对。那5年的品牌成立到更加从事品牌到现在，差不多19个呀。从品牌成立到现在，大概是在7年左右的时间了。7年也唔会算过短的时间。你一短时间底部提一个品牌，除了负责继续来生产、来行销一个农产之外，一个品牌你们里面还有做了什么样不同的事情吗？在成立做了这个品牌情况下，我变成把农产的生产，然后包装、行销、业务一连串都把它农业都把它接连串联了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从我们生产的农场出来的东西都否我们台湾的通路架上还是一些餐饮集团还是像我们今天在高雄地区，我就是供应的高雄地区的饭店。好，我们就是做了这一些区隔的努力。你能做按头的事情，那会不会想说，本一般的民众给一般的民众，甚至于供小朋友好高学校这样子有更加认识你们的机会？我们也都一直除了在工作农田上，其实我在每一年的时间呢，也会有去做一些社会的回馈。就是社会的企业责任的部分，比方说，那时候也因为我本身有一些行销的概念，所以在每一年的圣诞节，国外都会办一些圣诞节活动。那因为跟购买我们家产品所以我都会在圣诞节到元旦的前后会办一个叫做食农教育的概念，去推这一些。对，请我们的消费者啦、亲子带回来到我们的田间。我们一起去做像控土窑啦、拔萝卜啦、田间的拔河、田间的打乐乐棒球，这一类的相关活动。对。你发评论，能为了一个品牌，我有规划讲本开放、本学校的，也一讲民众来预约，也一讲天数给人规划相关的食农教育课程。会的。我现在呢，在每一周的都会有2天回到。我们的盐埔乡还是九如乡的小学去做食农教育课程的1个小时。那我们精品町呢，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基地，所以现在都在扩建。那这个基地里面呢，我有留了一个区块，要去做食农教育的题材啦、环境的部分。那像我在提倡食农教育这4个字里面呢，我的食农教育的食代表就是从亲近土地。然后再来教育，就是我们要从土地里面的去耕作啦，去学习啦。然后这个教就是要健康饮食，从他们栽种开始，然后生产采来轻饮食，然后等于你有前面这3段，这育就会变成叫丰富人生。对。会好的一个观念呢。你评论除了做一个食农教育之外啦，你这个有回顾一下啦。
头摆含前从事一个农业的时间，19年来到成立一个品牌7年，这样一路走过来，有某个事情迄本感觉讲归有印象的、归感动的，甚至于讲本感觉有比较挫折，有这些让你记忆点比较深刻的事情吗？一路走来，这挫折跟记忆点，我们把它拉近到我们这几年发生的，大家印象最深刻就是从疫情那时候开始。我刚好那时候请了家人一起回来打拼，那刚好我们创业了，然后遇到了疫情，很多东西都绑住。那因为我们从那个时间开始也扩展扩地啦，很多各个家户的农产品都没办法销售，所以我们也累积了很大的一些压力。那又经过了这几年呢，因为我们的家族都是单纯的淳朴的老实人，好，那也因为我们都没有从商的经验，所以我们从农业要把它转成公司化，也因为去请教了很多前辈，到底要怎么去做生意，怎么做，都在这些学习上有很大的琢磨点对。你评论有个时间让你印象里边因为疫情，大家有去讲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迄个有开发出所谓的网络订购啦、团购一种的形式，用某种平台来去卖。你们这个有一按那个方式嘛，还是讲你们坚持你们这个实体物流的部分呢？我那时候呢，在还没有疫情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自己有做宅配这个区段，那时候我们的一箱那时候的物流费才80块，但是回推到现在一箱要170块，哇！所以其实，在我也从生产田间转成到公司的形态情况下，因为我们人手的关系的不足，所以没办法在当时候马上迅速投入转换到线上的状况。那因为我们现在属于比较大的面积，所以我们都尽量供应企业对企业。台一个客户对，我们都是尽量就是对客户。我说莫讲，应该转变如像其他比较小农，可能国家我很快弹性就比较够安的啦。是。哇，其实这一路行过来，有几多的点滴在心头。你自个感受到讲，一个品牌成立都应该算是比较稳定、有成功了嘛？对。那你最比较想要感谢的有蛮人吗？我在这一路上真的是受到很多前辈跟家人，主要是前辈家人的一些爱戴啦。那其实自己也觉得很幸运。那其实我都是跟每一个人说，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神。我的那一个神就是我的母亲。那所在从事的每一个工作看到的背影跟那个精神，看到就是我母亲。我也尽量就是秉持这样子的方向，持续在农业这边继续在铺陈，然后继续往上走。对，其实就是真的一种回归我们最淳朴的人文特质。对，其实对你来讲，妈妈虽然讲喊谁对某代人跪去路卡讲合法啦，也还嘛个，可是她的精神一直都陪着你们。批判人都台，甚至都洋洋都唔更加做一条品牌成立公司一条，其实默默的都还在影响着你。对。米磊未来这个品牌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吗？规划吗？未来这个品牌呢，我把它就定位在客户端的部分呢，我们就是很清楚的，就是对当地的饭店的后勤的厨房的供应，然后还有全台湾单1到单2的连锁餐饮的供应，那再来就是我本身呢，我们也对我们比较运输上路程比较短的这一些，好像我自己有做日本的冲绳九州线，还有香港、新加坡线的一些外销产品。这样子，继续在努力发展一条部分嘛。不过打个岔，评论，头先想到讲，讲一个神农教育迄唔能救入国小啦，其富圈的国小有种好高的可以选。我也建议一下，可能学种的好高的，你能按好的品质、按好的故事，是不是也可以到我们课中去这个旁边都推展一下嘛？我非常很喜欢乐意的去分享，就是整个自己生活上啦，还是一些经验上，我都很乐意去分享。只要我的时间允许，我都非常乐意。虽然讲我们的基地迄个旧路在养普个片，其实我们富圈的果树啦，其他的课中也是很近嘛，对不对？哇，真的，请感谢谢谢观众朋友。
今日呢同朋友聊天，讲的暗度，真是本来了解讲，原来啊，也在品牌成立係冇簡單的事情，也甚至於講其他前輩啊，付出了兩般的用心哦，啊，希望大家有時間的時節，原來去到九如，也可以去同朋友嘅人支持一下哦。好，多謝朋友今日帶來安精彩故事同安好事的故事歌集，多謝哦。謝謝主持人，那多謝大家。然後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屏東的九如，找我們精品町。我們有實際在推廣我們的農產品，還有食農教育的部分，也有農業的交流。歡迎大家來找我們。在享受我們台灣安好的農產品之前，繼續聽到我們先生來認同一下咯。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